當我哋為未來做計劃嘅時候，我哋都希望無憂無慮咁安享樂齡生活，並確保我哋心愛嘅人可以得到妥善嘅照顧。而呢個就係家庭生前信託服務嘅用處。家庭生前信託服務可以為你提供一個完善嘅解決方案，以一站式嘅退休同遺產規劃，確保無憂嘅退休生活。我哋提供嘅信託服務十分之全面、靈活、私人同埋度身訂造，而且有別於其他嘅遺產規劃工具。生前信託喺委託人在生嘅時候已經可以啟用。我哋提供退休規劃，以涵蓋受益人日後嘅生活、醫療及保健開支，並透過預先規劃，確保你喺百年歸老之後，資產可以妥善咁轉移俾你嘅受益人。我哋專業嘅團隊將會妥善咁管理你嘅信託，信託嘅資產仲可以根據你嘅意願而進行投資，等你嘅資產可以喺時間嘅累積下增長。無論喺你在生嘅時候定過世之後，信託都會按照你已訂立嘅意願指示去進行分配。意願書亦可以喺任何時候進行修改。例如，一個4人家庭嘅父親喺50歲嘅時候設立咗家庭生前信託，將自己、妻子同埋2個小朋友名為受益人，並且將一啲資產轉移到信託，為退休嘅生活做準備。而通過投資，資產亦都可以得到持續嘅增長。父親喺65歲退休之後，信託每個月向佢發放生活開支，以享受無憂嘅退休生活。喺父親去世之後，信託可以安排將剩低嘅資產向妻子同埋2個小朋友每月發放生活費，直至信託資產用完。透過家庭生前信託服務，保障你同你屋企人嘅未來。歡迎聯絡我哋了解更多。